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。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。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。美伊敵對狀態重現，胡塞武裝對紅海實施封鎖，中東嘅緊張局勢加劇，能源價格同債息大幅反彈，短期內局勢仍然有可能進一步升級。不過值得留意嘅係喺最新一輪攻勢當中，伊朗避免攻擊沙特同阿聯酋，某程度上釋放克制嘅信號。另一方面，美國嘅汽油價格仍然遠低於近期高位，但係如果喺11月中期選舉臨近反彈翻去接近5月高位呢，相信會倒逼特朗普重啟談判，限制對經濟影響。所以未來幾個月，美國油價好難持續高企喺90美元以上，將會喺70到90美元嘅區間內波動。聯儲局即將議息啊，美國6月通脹低過預期，印證咗第二季見頂嘅判斷。美國工資增長放緩，而且住房同服務通脹壓力降溫。只要汽油價格冇大幅反撲嘅話，聯儲局今年內仍然有力維持利率不變。近期2至到5年期債券收益率急升之後，越嚟越吸引，再次提供鎖定吸引收益嘅機會。債息走高對環球股市估值亦都有影響㗎。我哋嘅研究顯示，債息每升25個基點，可能會拖低全球股市3%至到4%。隨住利率預期變化，投資者應該維持投資嘅紀律。不過美股今明2年盈利增長預測介乎15%至到20%，為應對利率變動帶嚟嘅估值壓力提供有力嘅緩衝。盈利強勁，投資者仍然適合超配美國同亞洲、日本除外嘅股票。今集時間到呢度啦，多謝你嘅收聽，下個星期再見。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，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，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。